假如成日去尖咀 SPA 場玩 P3會發生咩事？冇錯，原來香港都有好多令人開心嘅地方。喺尖沙咀商業區有啲神秘嘅單位，可能以10幾20條魚或者更多魚魚就可以解鎖最高等級打大佬，而且唔少都係00後，純正本地，語言上一定同聲同氣。但係留意，假如你成日沉迷尖沙咀 SPA 場 Part3開大，其實就算你做咗安全措施都好，只要有做過親密嘅接觸，都有機會將自己嘅身體暴露喺病毒之中。為咗打個冷震，一時快感，翻到嚟可能你感覺到痕癢，下面生紅粒，擔心起上嚟，仲要去診所做檢測，中間嘅過程等候結果非常之煎熬。點樣同另一半交代呢？點同公司請假呢？同事關心問起又點應對？其實而家有新嘅性病檢測，做咗都冇人知，一定可以解決你嘅擔心。呢款就係 Indicate 妥適尿液性病檢測，只需自採尿液樣本就可以檢測到13種常見性病，採用隱密包裝直送，由購買、採樣、收取樣本到報告，完全100%零露面。報告5日就會直接 send 到 WhatsApp、TG、SMS 或者 email， 經加密嘅醫學級報告，唔使請假去診所。幾時檢測？喺邊度做？由你話事，最緊要做咗都冇人知，大數據唔會呃人。有緣睇到呢個影片嘅，你記得將呢個資訊 send 俾你成日去尖沙咀玩嘅好兄弟，快啲去官網睇睇，仲有限時優惠，祝大家長玩長有，自信滿滿。